各位朋友，歡迎來到活像 B 吧。今日同大家介紹一個好特別嘅人物，佢係17世紀嘅人，出生喺愛爾蘭一個普通家庭。細個嗰陣，佢已經對大自然嘅一切充滿好奇，由地上嘅石頭到天上嘅飛鳥，佢都覺得好得意啊！點解會咁嘅呢？27歲那年，一個難得嘅機會，佢坐船去咗加勒比海。喺嗰度，佢見到從來未見過嘅動植物，興奮到不得了。於是佢開始瘋狂收集蝴蝶、貝殼、奇異嘅石頭，通通都打包帶走。返到英國之後，佢嘅人生開始開掛。首先，佢成為咗一個好出名嘅醫生，仲做到皇室御醫，連女王都睇佢正。跟住，佢仲娶咗個有錢太太，真係事業愛情兩得意。但最得意嘅係佢嘅收藏癖一發不可收拾。有咗錢之後，佢見到咩特別嘅嘢都買返屋企，書本、畫作、古董、動物標本，甚至連木乃伊都收藏。時間飛逝，轉眼間呢位收藏家已經90幾歲。佢望住自己塞爆成間屋嘅收藏品，開始諗：我走咗之後，呢啲寶貝點算好呢？你估佢會分俾仔女，定係買咗去賺一筆？都唔係，佢做出一個令人驚訝嘅決定，將所有收藏送俾國家。不過有個條件，就係英國政府要出錢買落呢批收藏，而且一定要開放俾公眾參觀。1753年，呢位老人家離開咗世界，但佢留下咗超過71000件收藏品。英國國會為咗呢批寶貝，特別通過法案成立世界上第一個國家級公共博物館。6年後，即係1759年1月15日，一間偉大嘅博物館正式開門啦。佢就係大英博物館，而呢位傳奇人物就係漢斯斯隆醫生，可以話係大英博物館之父。各位成日聽人講大英博物館好大好勁，但係到底有幾勁？點樣喺有限時間睇到最正嘅嘢？今日我話你知點樣做個聰明遊客。佢有咩威水史？全球第一間國家級博物館，1759年開張，免費入場，超過260年。最初得8萬件收藏，而家已經爆升到800萬件啦，多到倉庫都逼爆。不過你知唔知，上次展覽嘅嘢只係冰山一角，99%收埋咗㗎。疫情前一年有成670萬人逼入去，旺過旺角。時間有限，必睇3寶係乜？第一寶，羅塞塔石碑。古代 ChatGPT 模仿到郵輝小旗，呢嚿黑玄武岩唔單止係翻譯神器，根本係古埃及版三語詞典。你睇佢身上3種文字，頂層古埃及象形文，法老專用，靚到似 emoji；中層埃及草書，平民通用，潦草過醫生開藥方；底層古希臘文，當時嘅國際普通話。當年法國兵喺埃及掘戰壕，竟然掘到寶。最搞笑係英國打贏仗之後，直接當戰利品運走，仲要喺碑側面刻行小字 Captured by the British Army， 擺明同全世界講唔好爭呢件元鬆㗎啦。眨眼第二寶，帕特農神廟石雕。古希臘嘅大師指住馬車浮雕，呢啲所謂純白藝術根本係大誤會。考古學家用紫外光一照，發現原本注咗熒光粉紅戰袍，鑲咗真金腰帶，連馬鞍都係寶藍色。想像下，成個神廟似足深水埗電子燈飾街，就知古希臘人幾識玩顏色詐騙。最抵死係英國詩人拜倫當年見到大英博物館拆走啲石雕，激到喺希臘寫詩狂鬧。點知博物館照擺可呀，仲要將拜倫本詩集放喺展廳當互動裝置。果然你的反對是我的宣傳。第3寶，路易斯象棋，中世紀表情包，圖出放大鏡，大家過來睇真啲呢套戲精象棋。憂鬱皇后，右手托腮加死亡凝視，
美演繹我老公又去打仗唔理我，狂咬盾牌的兵。考古學家話可能代表 The Saga 狂戰士，但我覺得似食緊牛肉鉗。國王乖乖膝上放劍，成個知道了 JPG 表情同現代老婆鬧老公時嘅男人完全一樣。最神秘係成套棋用海象牙雕成，但係1831年發現時，竟然失灰蘇格蘭海邊石屋嘅地下，似足黑幫藏贓物，仲有5隻棋子失蹤。記住啦，與其貪心睇晒，不如精選欣賞。大英博物館唔只係博物館，係成個人類文明縮影。最後俾個入館攻略同溫馨提示大家，大英博物館係免費入場嘅，不過特別展覽可能要買飛。跟住重點係要預留時間，博物館真係好大，閒閒地都要行2-3個鐘，建議預留足夠時間，唔好太趕。然後係規劃路線，博物館大到好似迷宮咁。最好事先喺官網睇定地圖同建議路線，除咗睇三寶之外，其他時間就集中睇1-2個你感興趣嘅區域。官網都有啲主題導賞路線可以參考，你都可以加入導覽服務。想知多啲藏品背後嘅故事，可以考慮參加廣東話導賞團，或者預先下載博物館嘅官方 App。而洗手間攻略都好緊要。博物館入面唔係度度都有洗手間，而且最當眼嗰個廁所通常好多人，尤其係女廁，排到天荒地老。建議行多2步去揾啲少人啲嘅廁所。總括嚟講就係輕鬆啲，唔好諗住一次過睇診，集中睇啲鎮館之寶或者特別有興趣嘅嘢，已經好充實。最後總結，大英博物館就好似一個時光機，帶你睇盡世界文明精華。記住以上攻略，輕鬆享受你嘅探索之旅啦。呢集時間又完啦，鍾意的話請俾個 like 同 share，下集嘅內容仲更加正，到時見。